咁咧呢個潘源良阿潘 Sir 咧佢上面咧就即係有個佢嘅 Facebook 啦。咁我睇到佢喺度自言自語，就寫咗4句。佢話感覺是水，即發成歌，唱出雨來，又是什麼？哇！真係呢啲真係一個文質彬彬咁有內涵嘅人先會寫出嚟。咁我就真係好有感受，好有 feel。我喺個床度咧就被呢4個嘢咧就剪來轉去咧搞到咧成晚都唔靠餐瞓得着。咁我想答你，潘 Sir 就係：如果你啲歌詞唱出嚟咧，就好似見證到我哋香港樂壇嘅成長，你亦都寫咗我同埋在座咁多位每一個人嘅心路歷程。因為呢個原因，所以我覺得我哋好多謝你，你係我哋嘅寫照。I salute you。佢嗰啲歌詞咧，即係個個都真係經過㗎啦嚇，寫唔冧樓失戀啊嗰啲啊嚇，或者憑着愛咁 nice 嗰啲。咁以後呢首歌亦都係寫人冧樓嘅喎。咁咧呢個主角咧極之唔瀟灑，明明都俾人劈咗㗎啦，即係抌咗㗎啦，佢仲要自己喺個街頭嗰度四周喺度喊喎。呢個仲係個男人嚟喎。你話即係潘 Sir，成啲人都有時都唔係好討好嘅。另外一首歌咧仲衰。係，我可唔可以用2個字講，就係都幾幼稚嚇。我家下唱呢首歌，我先知道呢個主角係咁幼稚，即係不要臉的女人啊叫做。唔講啦，唱俾你聽。去休息。首歌好簡單，我用多6個音。當年潘 Sir 寫咗份好靚嘅詞，呢首歌亦都得到好多人嘅認同。我希望今晚可以唱得到原唱者、原作者潘源良同埋我嘅心聲。仍然是這街中的四周，仍然是這夜晚空氣在浮，騎着電單車的黑皮褸，懷念你那雙手，從來沒有飲品，只有酒，迎着夜與淚更爽快地流，從來沒發生一生永久，還是會心傷透。我為何讓你走？一走你永遠再不回頭，然後我進入夢境，誰也沒法拯救。我為何讓你走？只因你說有你的自由，無奈我為你放而難收。從此飄於世間，像夢遊。在剎那間發生，逃避閃和風。你從我心中經過，又徹底無助，真的叫我非愛不可。原伴着你，就是沒自我，仍未問
為什麼願永遠瘋魔，就是在玩弄我，亦自願受盡摩擦，告別話未說，亦盡量去拖，呈現出一世求你這一晚陪伴我，只需當打發時間點淚太多，留住這一個夜晚再明沒重播，陪伴我一世是隻手愛的玩火，想不清楚就來眼苦開，需要痛苦都太多，今宵可否無需要太清楚，只要霎間結果。來吧，再一